2014年，我开始了花莲到台北的北漂之旅。花莲到台北总共170公里，3年来来来回回了无数次。就是跟姐姐感情还不错啊，然后就可能因为我们年纪才差1岁吧，然后因为我哥没有读大学，所以我姐刚考上大学，然后就是还在犹豫说要不要读台北的学校的时候，就家人都还蛮不舍，说她要来台北读书啊，但是而且我自己也觉得说，我姐她自己也想来台北读书干，可是就算家人再不舍，然后我再不舍，就是也是希望说自己能多多看世界，然后家里也是想说不要永远都待在花莲这样子，对啊。北漂，在以前对我来说，不过是句玩笑话。因为在我决定来台北读书时，家人总是开玩笑地说，我家的阿妹要去台北流浪。从前我就对台北有个迷思，台北有很多花莲没有的东西，台北的资源都比花莲多。台北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城市。我就是换我自己选大学的时候，就是我有考到高海跟北科，那其实我自己还蛮犹豫的，因为2个都蛮喜欢，然后北科就在台北嘛，然后我有跟姐姐讨论，因为姐姐也在台北读书，所以她自己也比较想要我来台北读书，然后就是有个照应这样子吧。他是怎么讲？就是他最后虽然说有提到说，就依照自己那个意愿啦，但是你都他杀，没有啦，就是其实我觉得离花莲比较近啊。台北发达的大众运输工具带我去从没在花莲看过的美术展。台北捷运没带我去海边。台北离海太远了。台北捷运没带我去山上，台北的山也总是满满的人。后来，我才发现花莲的家乡有台北看不见的美好。如果你再问我一次，我喜不喜欢台北，我这次可以很笃定。如果你再问我一次，我喜不喜欢台北，那你现在问我。虽然说我们感情很好，可是在台北其实也不太常见面，就除非是像前几天我表哥来啊，然后我们就才会聚在一起吃饭，或是可能我东西放在他那边，或是他东西在我这边，我们才会见面的。因为真的在台北要见面是有点难，因为就是自己的课业要忙啊，或是一些作业啊，然后通勤部分的话，骑摩托车又要先来个30分钟吧。然后或是坐个捷运还要转站，这真的很麻烦。可是如果像在花莲的话，就其实骑摩托车在5分钟就到了吧。然后是比如说就是偶尔就是会定期家庭吃饭这样子，主要就跟台北差蛮多，我觉得还是花莲比较好。喂，那爱好？你在哪里？为什么还要我打给你？没有啊。你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可能再过10几天吧。什么时候？不知道，忙完就回去了，就回家了。哦，好了好了。我先去忙。好，拜拜。拜拜。回家会是一件很难的事，不就是在外面累了一天，可以马上回到家跟家人一起吃晚餐。台北这座城市，像我们这样一群人，回家得经过层层关卡，更别说是吃晚餐。喂，你有买到票吗？你有订到票？你有订到吗？我没订到啊。不准做联运的吧？我不要做联运，不要。我去那个社团看看啦。要帮你问吗？好啊。
那个换票。好了，我去看那个换票的社团。好，拜拜。票，12月30号，花莲台北到花莲。好。每次回家时，总是检查自己得穿戴整齐，好让家人知道自己在台北过得很好。或许，这就是衣锦还乡的意思。车窗外的景色，大楼一栋一栋，密度越来越少，树林丛聚，一团一团，越来越绿。从大楼耸立，转着满山遍野，我知道家不远。看到这个就知道是这个，可是要去台北的路上才比较好的，回来不好的。然后这样你就可以知道阿嬷在铁皮，所以等一下就可以打电话给她说我要去找她。你知道吗？一盘这样子而已，不知道多少钱啊！其实这种东西阴阴暗暗的，以前这里长得很好，是因为这个树是哪里呀？在这里哈，都有会挡住啊，现在倒掉。对我，你看那好多哎，大概是1965年，阿嬷年纪轻轻的从台东北漂到花莲的阿美族部落。现在阿嬷退休了，在这里种菜。好像打太大力了。我常想，种菜这么辛苦，为什么阿嬷还愿意种菜？那你下次留给我啊！我很喜欢吃包子，你忘记了？小时候，他会就是家里吃剩多的，我们就去住宅区卖菜。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卖菜很辛苦，是因为你看老人家，然后像这样一小把菜才，一大把菜才20块、30块，然后3把50或3把80，你就会，就是你在他旁边卖，你会觉得心很。就觉得他很辛苦，虽然是多的，可是虽然种菜可能是他的乐趣是什么，可是你就觉得你会心疼一个老人家这样子四处奔波卖他种的菜这样。那个拿了一点点，他们吃一吃都不够吃。那个奶奶也有吃。田螺嘞，你抓的？嗯。啊，你再去找一个袋子，在那边拿2个。哎呀，现在很多蛋，你煎好了吗？好了。很快，还是活的呢。对呀，我们等到它的一干，它就一滚。阿嬷在台东时就是这样过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退休后的阿嬷回到了最初的生活模式。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里盖这个公寮？要来这边要工作啊，要种菜，要为了生活啊。啊，你什么时候开始盖公寮的？退休吗？还是？退休啊。就是没在工作以后。对。然后盖公寮种菜这样。对。啊，这些菜去哪里？随便拿出去吃，拿去卖这样啊。哦，就是吃不完的拿去卖这样。对。啊，你这些菜都是你自己种的吗？当然的。啊，土嘞？的话水来种。土也是你自己翻的吗？没呀。哦。你拌就好了，你上次。不要撕。
这个哦这个很小，不好包。那你又要拿人，然后要拿小的，然后又，等一下我看看。找那个小一点的槟榔。哦，你不要那么大颗哦。对，人家不好包这。样嘞，这个比较长。这样，再熬回去。这样，对。不要放滋味。不要加食味。对啊。哪里头？这里哦。好。这样。太小了，没有，要把槟榔拿出来。啊，那你不要熬，这样。啊，拿出来。有没有？槟榔西施是我。好，漂亮吧？你直接那个也可以呀。好，你用一支，我帮你挑一支。这样，瘦的。啊，你脚好有没有好一点？在啊，会好吗？还会痛吗？不会痛。还要吃药痛吗？有吃那毒吗？医生开给你的有没有吃？痛了不吃。哪是？他开给你的是药，你每天吃，你给我痛了才吃。骗医生还是骗你？啊，你有没有妈妈有没有回去一直有带你回去看医生？阿嬷老了，从前阿嬷念我要记得吃饭，天冷要穿衣服。现在换我得提醒阿嬷要吃药，天气要冷了。啊，你的妈妈，我那天去看她也是不认得我，怎么办？他老了啊，他都说我是景静。几个斤？一下说我是他，一下说他知道我是小黑妹，然后我再问他，他就说我是阿木的女儿。还要回去台东吗？没有啊，过年了。不一定。姐姐回去，她要回去了，可能我要跟她交接啊。为什么？你没有看到阿周也有10字了，越来越严重。你叫我妈妈带你去哦，她生气耶。对呀。她说怎么又给我找业务了？这样。每次都找我业务这样。她好生气。哎呀，没有啦。他可以就可以啊，可是你要跟他讲实话啊。他有空都嘛带你回去。对呀。没空的话，只能请你自己坐公车啊。对呀，我不要再找他很麻烦。他有名气也有了。叫叶一林载你啊。不要。那你叫怎么回去？你年纪也有了啊，搭公车也不舒服。不是，我不方便了。对啊，上厕所什么的。对呀。原来阿嬷和我一样是个离乡青年。原来她在异乡落叶归根，建立新的家。但是大半辈子过了，现在老了，阿嬷还是得为了回家费尽思量。我印象中的阿拉巴万，有着年轻人的阿拉巴万。现在，平时的阿拉巴万不是台湾人过年过节，现在丰年祭也结束了。现在，每座宅子里只剩下老人家。现在，
部落很多屋子中只剩孤身的老人家。张玉水今年93岁了，一个人。回去太原的时候，我就一开始心里想朝思暮想，就是我一定要参加丰年祭，我要参加丰年祭，我才是回家。然后我隔了几天，参加丰年祭结束之后，我其实有花了2天到3天的时间待在台原，然后我就这样子静静的看着我的阿祖。那个花莲的个银行，不是新部落那个猴子的感应，小黑妹的感应。其实他患的可能就是我们俗称的老人痴呆症。黑妹，你记得吗？他时好时坏，他状况好的时候他会跟我聊天，他知道我是谁的孙女，谁的女儿，他知道我叫小黑妹。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是他在拨他的草，然后可能时而记得我是谁，时而不记得我是谁吧。然后就在那边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喃喃自语的说：“你为什么不回来？我的儿子，你为什么不回来？”然后当下我其实很难过、很无奈，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多为他做些什么。在那个当下，我能陪他的又只有这样短短的时间。我听到那个猫说了，我有过呢。爸爸都没有看到了，应该有过啊。老公都没有，我就一个人在家，应该有挺难过啊。我们的那个的一个人工作，我没有什么帮忙。说他这样状况很久了，2年，快要3年，你不会舍不得吗？看到又开始了，看到他在去追3年了。很舍不得的是，他年纪那么大了，90几岁了，然后他的小孩、孙子也都是在外面为了赚钱养家，为了可以给他钱，然后而去无奈的牺牲跟他相处的时间。那他心里何尝也不是那样渴望有人回来看他的？离开部落那天，气象预报说会有台风要来，很早外面就刮起大风。阿周在门口喃喃自语：“台风不要来，窗户会破，我好害怕。”我知道是欺骗自己，但是我还是会问：房子还算稳健吧？房子可以安然度过这个台风，房子可以遮风避雨。我知道是欺骗自己，但老人家的心呢？是不是被无数个自己度过的台风吹凉了呢？原来这才是部落最真实的样貌。老人家守着家园，只希望孩子归来时有一个避风的地方。家。Imhayan nalo ayan hiao ayan oh iya in hiao ayan iya iya na yao nalo ayan hiao
ayan in hiya ho ayan hiya na yaon na lo ayan hiya ho ayan in hiya ho ayan hiya na yaon na lo ayan hiya ho ayan in hiya ho ayan hiya na yaon na lo ayan hiya ho ayan in hiya ho ayan hiya na yaon na lo ayan hiya ho ayan in hiya ho ayan hiya na yaon na lo ayan hiya ho ayan in hiya ho ayan hiya na yaon na lo ayan hiya ho ayan in hiya ho ayan hiya na yaon na lo ayan hiya ho ayan in hiya ho ayan hiya na yaon na lo ayan hiya ho ayan in hiya ho